处，那应该的。真的，我有时候不得不夸你，你真的太神速了，员工都给马齐了。加油 ，baby， 其实这位大厨你也认识啊？我也认识，谁呀？城市走婚俱乐部是有原则的，我为什么要创建第2条隔离式交往？就是为了给我自己留个足够的私人空间。是，人家说了不会影响隔离的，还要怎么隔呀？都隔到1马上了，怎么离？baby，你听我说，你别生气，要不然这样，我就干脆让他离开马场好了，不要他好了。baby。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生气，对不起啊。那就让他走，就让我天天在厨房里边被烟熏死好了，被那些火给烤死好了。baby， 我本来想我到这个会所来工作，我们俩就像上大学一样，能天天在一起。没想到会惹你这么生气，对不起啊。行了，你别哭了。你要实在那么需要他留下来，那就把他留下来吧。这么说你答应了是不是？那我得赶紧回餐厅去布置了。啊，对了，你给可风打电话，晚上一起来试新菜吧。啊，我先走了。这他妈翻脸比翻书还快！最近也不知道怎么了，老是没精打采的。带他出去溜达吧，走2步他就不想走了。你说他到底怎么回事啊？这毛色是有些发暗，饮食情况正常吗？吃饭倒是挺正常的，而且吃的也不少。他就是老晃来晃去的，不会是缺钙吧？哦，闪闪今年已经12岁了。这要按照人的年龄来算呢，他已经步入中年。到了这个年纪，钙流失的情况是有可能发生的，所以我决定在他的饲料里头放一些钙添加剂。闪闪他最近吧，这大便也不好，总是拉稀。那可能是跟他的饲料有关系。没事，等我回去以后再做一个检测。珊珊，那珊珊，给你做你爱吃的饼干。这位是？我给你介绍一下啊，他叫博士，是我们马场的兽医。这位是？我是那个帅明亮，然后呢是闪闪的男朋友。那个什么，冬眠找来的，在会所里面当大厨呢。好，珊珊吃块饼干，好吃吗？好吃就好，以后天天给你烤。来，再吃一块，再吃。我可不想变成一个胖子。
博士，你尝一口，怎么样？味道还真不错。不是闪闪，你这样是不是有点不太好啊？咱俩毕竟已经开始正式走婚了，你和别人这样暧昧，有人有点不合适。不，帅哥，你可千万别误会啊！就是那个，我们俩的关系呢，就是朋友关系，而且呢，在我的眼中呢，他呀就是个男的啊，不是那个也可以这么说，就是在他的眼中呢，我就是一女的。我其实这么说也不对，反正呢，就是你就别误会啊，我们两个是纯哥们儿。对，纯哥们儿，纯哥们儿，纯哥们儿，这边来，这边来。那行，那个什么，你们两个先聊啊，我先走了。她是女的。这个垫子就放这儿，两个一边一个啊。那个沙发也再稍微的挪一下，小心把这个帘子给我拉到这儿来，好不好？啊。呵，这能行啊？那必须得行啊！怎么样？这边就是我们用餐区，以后你们两个来啊，那就是 VIP 中的 VIP， 通通9折，才9折！哎呦，我这不是刚回国嘛，我所有钱都放这儿了。哎，等到以后我赚大钱的时候，再给你们来一个极品 VIP， 好不好？哎，可芳，我们俩可都在这儿，要不你也工作吧，跟我们一起。不行，我还得伺候我们家大伟呢。伺候什么大伟啊？我们姐妹3个人好不容易聚一块儿，赶紧来。好吧，那我要是有空，我就过来给你打下手。挣了钱给我分红啊！那必须的。奶油白玉汤，这份呢是特别为你做的，里边加了你爱吃的胡椒粉。谢谢。帅大厨，闪闪的新走婚对象。我怎么不知道？那天你喝大了，你速度太快了。感觉怎么样啊？不怎么样。见人就是矫情。红酒烧鹅胸，是菲力牛排、炭烤雪花猪排、清白肉。闪闪啊，以后不要去吃那些洋快餐，什么都是垃圾食品，还不如咱中国的这些大饼油条呢。以后你想吃什么呀，我给你做，好吧？珊珊哥，要不你也坐下来一起吃吧，也没什么晚上。你说总这么忙活着，闪闪也该心疼了。这样，还有一个甜点，我上来马上就来啊。好，谢谢啊。